以前咧講起電視機，我哋好興會揀 OLED、QLED 或者 Mini LED 嘅。咁但係嚟到2026年咧，我哋有一種新嘅技術突破，就係叫做 SQD Mini LED 啦。Hello YouTube，我係小朋友，今集就同大家開箱試下呢一隻用緊 SQD Mini LED 嘅 TCL C8L 啦。咁我手頭上呢一隻咧係一隻55寸嘅版本嚟嘅，咁佢由55一路去到98寸都有嘅。咁我哋開咗個箱先。先望下個外觀設計先，佢最薄嗰個位咧只有56mm 嘅啫，嗰個背脊咧係冇嘢凸起嘅，係一個好纖薄一體化嘅設計嚟嘅。背脊咧有4個 HDMI port 啦，其中2個係可以行到 4K 144個 Hz 嘅，用嚟打機就一流啦。咁另外咧都有齊 USB 同埋 LAN port 嘅。仲有我幾期待呢一部 TCL C8L 係有 Audio by Bang & Olufsen 嘅專業調音嘅。唔知道唔用生巴嘅電視機個聲究竟係點樣呢？我哋轉頭同大家試下。我以前揀電視機同埋揀 mon 咧，成日都會喺呢啲位度掙扎嘅。OLED 一方面個黑位又比較實淨啲啦，但係對於個現場環境個光源又會揀窄啲，佢又適合喺啲暗啲嘅環境底下用。咁 Mini LED 個亮度又光啲，喺日頭用又會開心啲，亦都唔怕會有 burn-in 嘅問題出現嘅。咁今次呢部 TCL 嘅 SQD Mini LED 究竟又係乜東東嚟嘅咧？我哋可以將個名拆開2嚿嚟睇嘅，就係 SQD 同埋 Mini LED 啦。SQD 全寫即係 Super Quantum Dot 超級量子點，簡單嚟講就係基於 Mini LED 嘅升級技術，重點將背光同埋熒幕一齊優化，全面提升咗畫質，色彩更加準確、純正，同埋暗位會更加黑同埋實淨，光位亦都會更加光嘅。咁而且佢呢個技術係會令到個 mon 更加耐用嘅。咁 SQD 有3大嘅核心升級技術嘅，分別就係 Precise Dimming、Super QLED 同埋 Ultra Color Filter 啦。呢部55寸嘅 C8L 就有1008個控光分區，每一個分區都可以做到 Local Dimming， 係可以獨立控制到光暗嘅，大大提升咗個畫面嘅細緻表現度嘅。再加埋有 Micro Lens 同埋 Micro OD 嘅技術咧，可以將平時 Mini LED 嘅每一粒燈射出嚟嘅光線都更加集中嘅，咁就避免咗射出嚟嘅光會向外散，大大咁樣清除咗光暈嘅問題啦。仲有個好處就係佢可以帶嚟更加高嘅亮度，好似而家呢一部嘅55寸 C8L 就有3000個 nits，98寸嗰部仲可以去到6000個 nits 添。咁講完黑位同埋亮度咧，就要講下顏色嘅表現啦。舊嘅 QLED 同 Mini LED 雖然喺 LCD 嘅層面都針對 backlight 做咗升級，分別提高咗亮度同埋對比度，但係提升係有限嘅，根本都追唔上大部分嘅觀賞場景。所以啲牌子就開始將 QLED 同埋 Mini LED 結合，又或者直接改變 backlight 嘅方式，誕生咗 QD Mini LED 同埋 SQD Mini LED 啦。咁 QD Mini LED 喺亮度、對比度、色域方面都係有好好嘅表現嘅，而 SQD Mini LED 就結合埋2大嘅核心技術，由 QLED 升級咗成為 Super QLED 嘅技術啦。咁喺物理層面方面就提升色彩嘅純正度，再加埋 Ultra Color Filter， 加咗一層超廣色域嘅濾光片，降低咗色彩雜質，可以還原到真實嘅色彩表現。喺色域方面可以做到100% 嘅 BT2020， 而且色準同埋色域比起上一代嘅 TCL 分別提升咗69%同埋33%嘅。呢個就係 SQD Mini LED 啦。不過呢啲 spec 咧講多無謂，都係實戰最實際嘅。咁同大家試下呢一隻電視機喺我一啲平常嘅一啲 scenario 底下，究竟個表現又係點樣啦？我同大家試下究竟佢駁 MacBook 究竟個顏色會唔會同本身個 MacBook 嗰隻 mon 爭好遠？又可以試下我平時打機嘅時候，究竟呢一部電視個流暢度同埋個色彩表現係點？同埋大家好 concern 嘅睇戲嘅時候，究竟佢比起平時嘅 OLED， 究竟佢個黑位有冇更加實淨？啲顏色會唔會嚟得再 vibrant 啲啦？第一件事梗係開套戲嚟睇下先啦。呢部 TCL 嘅 C8L 有一樣嘢好 impressive 嘅，就係睇戲嘅時候上下嗰2條黑邊係非常之實淨嘅。以前有啲電視個黑位會灰灰地，睇戲嘅時候會好 distracting 嘅。依家用咗 SQD Mini LED 的確係有啲料到嘅。就算畫面入邊好大光差，而家都係睇得好舒服嘅。另外顏色方面都係非常之飽滿嘅，還原度同埋現場感都係好強嘅。另一個普遍電視機都好易出事嘅位咧，就係一啲金屬表面反光嘅一啲位置。而家部 C8L 入邊有一粒 TSR AIPQ 嘅影像處理器，會為個畫面做到適量嘅優化，但係睇落又唔會好假嘅。
我睇 Toy Story 4呢一個落雨嘅場口呢，其實對電視機嚟講係一個都幾具挑戰性嘅畫面嚟嘅。啲雨水滴落嚟嘅嗰個真實感係做得幾好嘅。我對電視機嘅另一個考牌位呢，就係好似 Toy Story 4呢一類嘅動畫，個立體感係好重要嘅。而今次部 TCL 嘅 C8L 喺呢方面係完全收貨嘅。咁我主要喺電視機度會玩嘅遊戲呢，其實就係 Switch 2嘅 Splatoon 3啦。咁其實 Splatoon 隻 game 我玩咗好多年㗎啦，一路以嚟咧喺電視度玩呢隻 game 咧，我成日都會遇到一個 delay 嘅問題。今次隻 C8L 有144個 Hz 嘅 refresh rate， 再加埋有呢個 TSQ AIPQ 嘅影像處理器咧，其實喺打機方面嘅表現我係好滿意嘅。同埋 Bang & Olufsen 嘅專業調音咧，對於成個遊戲體驗嚟講係好緊要嘅，因為呢一類嘅第三身射擊遊戲對於要聽聲辨位嚟講咧係好緊要嘅。最後一樣我要試，亦都係我最期待嘅，就係究竟呢一部 C8L 可唔可以駁住我部 MacBook 當一個外置 mon 咁樣用啦？其實當我一插咗條 cable 落去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就係，哇！我喺咩都唔使搞嘅情況底下，嗰個顏色已經係極度接近我 MacBook 嘅嗰隻 mon 嘅。作為一個攝影師，其實我好中意將啲相用一隻好大嘅電視或者 mon 嚟睇嘅，因為我哋平時執相用嘅 mon 可能都係27吋或者32吋，甚至乎有啲時候你迫於無奈要用部 MacBook Pro 用個16吋嘅 mon 嚟執相。其實好多時一啲細節或者一啲細嘅誤差，我哋都未必會喺啲細 mon 度睇到嘅。用一隻大啲嘅 mon 嚟執相，或者用嚟 finalize 自己嘅畫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習慣嚟嘅。隻 C8L 有個 WHVA 2.0 Ultra 嘅一個屏幕技術，大幅咁樣提升咗顏色嘅精確度，同埋佢係用緊一個蝴蝶形嘅液晶排列設計，可以好精確咁樣控制到 LED 射出嚟嘅光線嘅。個對比度同顏色比我用過嘅某啲 mon 仲要好。對於一啲可能會想要用電視機嚟執相嘅攝影師，而家呢部 TCL 嘅 C8L 可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講到最後咧，就要睇個價錢啦。呢一部 TCL 嘅 C8L 55吋咧，係賣緊11,980蚊嘅。咁其實個價錢相對會比起同級嘅 OLED 咧，其實要平啲嘅。咁以呢一個 performance 嚟講，其實佢個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就算你唔係喺全黑嘅環境底下睇戲咧，佢都係冇反光嘅，啲黑位依然 keep 得好實淨嘅。呢一個 SQD Mini LED 的確有啲料到嘅，強烈建議大家去各大電器鋪度親身體驗下呢一種新嘅技術啦。咁我哋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